今日嚟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冰凍黑咖啡食譜。我哋需要大概16克嘅深焙咖啡豆，備翻少少水霧，減少磨豆嘅靜電。呢部磨豆機呢，平時我做手沖呢，可能用到4至5嘅，今次我就用3，係比平時細少少。沖煮器具方面呢，今次呢我會用 AeroPress。有時呢，等部咖啡機着呢，可能需要半個小時，所以就咁用 AeroPress 就簡單啲。咁磨好粉之後呢，就放喺 AeroPress 度啦。咁我大概需要用200 ml 嘅水，水溫係90度，總時長呢大概係3分鐘。咁記住落水落到一半嘅時候呢，都要熬一熬啲咖啡粉，等佢索晒水，再落埋剩低嗰一半，咁樣萃取會均勻啲嘅。之後我哋用翻平時手沖個下壺，咁我習慣呢就會將個下壺擺滿晒冰嘅。夠鐘之後呢，就可以壓落個下壺嗰度啦。壓之前呢，輕輕熬一熬，重整一下粉牆，先一下壓到尾，咁樣萃取先會均勻嘅。壓完之後呢，我都會攞起個 server 輕輕熬多幾下，等佢呢成個咖啡都降溫。之後呢，就攞翻自己心愛嘅杯。今日我懶咗噶啦，我冇擺落去冰格，平時係冰格嗰度攞出嚟咧，凍上加凍。倒出嚟之後，上面仲有少少空間嘅，再補多少少未融化嘅大冰。咁呢杯就係我心目中嘅完美黑咖啡啦。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